要来关心大陆游客一日无来，饭店的业者赶快来想办法，要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想办法要生存。根据一间卖厝中人业者统计资料，发觉讲台中市的饭店旅社铺伫网络要卖人的，拢总有20间，其中西屯区哇这个房价上宽，拢总有5间，占上界多。另外北区有一间开20年的大饭店，内底装潢拢真古早味，占上界贵，甲16块尔，算是大碗搁满钱。还佫有5期中卫区同款某一间饭店。 规栋要卖人，拢总开价17亿。大楼的外墙真大字的这个标语写讲，规座大楼拢要卖。这个伫个5期中卫区角角地这间会馆大楼，原本是规划要做观光旅馆，不过伫个2014年完工了后，却去拄撞到房地产炒价，大陆客减少，所以这个厝主就决定要规栋来甲卖，开价是16亿8千万。虽然讲问的人真多，不过一直无法度来成交。其实里面都完工了，应该可以。如果想要营业什么，做饭店什么都其实都可以。 可是都没有来，都没有人动。台中市观光局统计，这个主要观光游客所在，游客人数从2015年的4014万1923人，到2018年4425万4881人，安尼成长有10%外。就算讲观光人数有增加，不过这个饭店嘛是真歹生存。其中伫个北区有一间饭店，有30年代老上海的风格，拢总有77间房间。 住一暝上关价是1600块，经营要20年。伊个内部的装潢厅景嘛是真有古早味，拢总有1300外平。伫个最近开价5亿，要甲卖出去。因为中大型饭店它最主要接团客跟一些散客，那散客他们都去新的微型旅馆情况，他们也会受影响。过去为着要做大陆客的生意，饭店安尼一间一间一直开。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，对2010年到2019年的6月，数据显示讲，台中地区的饭店对285间增加到399间，成长约40%，房间的房数嘛加61%出来。不过，即马单要卖饭店甲旅馆有20间，安尼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。这恐惊是饭店的业者因想袂到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